各位街坊啊，以後雞買返嚟，你唔好成日都係白切或者鹽焗啦。今日用我呢個簡單嘅方法整好食嘅乞衣雞。整乞衣雞究竟係冷水滷鑊定係滾水滷鑊呢？好多朋友都中意食乞衣雞嘅，但我咁講啊，99%人都唔識整，或者自己要去外邊嘅農莊食啊。其實自己喺屋企整乞衣雞，你只要記住我呢個方法，唔需要一堆嘅配料啦，亦都唔需要去鄉下度挖泥，你只需要一個電飯煲就可以整出一鍋香噴噴嘅乞衣雞啦。皮脆肉嫩，鮮嫩多汁啊，好食到舐舐脷。一齊嚟睇下我係點樣整嘅，認真睇，認真學啦。只要幾個簡單嘅步驟。第一步，喺菜市場買翻嚟嘅雞啊，清洗乾淨。呢個雞呢，用咗我幾十蚊啦。跟住呢，用鹽啊，幫佢做一個全身按摩，咁樣可以去除雞皮表面啲污糟邋遢嘢啦，仲可以鬆筋化皮，更加容易入味嘅。我教你煮餸，你可以點翻個小紅心同埋大拇指支持一下，唔該晒大家啊！跟住將隻雞清洗乾淨，用半隻檸檬啊塗勻全身，咁樣可以去除雞表面啲腥味，仲可以增加一層檸檬嘅底味。第二步，拎起一壺滾水啊，兜口兜面咁淋落雞身上啊，咁樣可以令到雞皮收縮緊緻，呢個係雞皮 Q 彈爽脆嘅關鍵。跟住咧就放啲薑葱、生抽同埋老抽。第三步非常關鍵嘅重點就係呢一步啦。喺屋企整乞衣雞好唔好食嘅關鍵，一定要放入呢一包靈魂調料啊，秘製嘅窯雞粉，佢係大廚精心調配而成嘅，鹹香度啱啱好啊。放咗佢，其他鹽啊、味精啊、糖啊唔需要再放噶啦。跟住咧放一殼靚仔嘅花生油，裏外外捉勻佢啊，醃製佢30分鐘。第四步，電飯煲底咧鋪上薑片同埋葱段，放好呢個醃好嘅雞啊，倒入剩低嘅醃料汁啊，唔需要再加一滴水噶啦，撳個煮飯掣煮30分鐘。你睇咁樣整出嚟嘅乞衣雞，色香味俱全，鮮嫩多汁啊！你食嘅時候記得關好啲門窗啊，唔係嘅話俾隔籬屋聞到都過嚟同你爭食啦。如果你唔知呢個秘製嘅窯雞粉喺邊度買嘅，你可以點開我頭像，入邊咧有個櫥窗嘅，我咧已經將佢放喺裏邊啦。趁依家有活動啊，嗱嗱臨帶翻屋企試一試。